年前，3颗痣，孙悟空是仙酒，凡间的酒再怎么样也酿不出这么异地，大圣都消受不了，何况是你。大圣，对呀，这不是我设的陷阱，这是我设的，我让他抓住耳猕猴的。少废话，你赶紧告诉我大圣的下落，孙悟空到底在哪？不说你又能怎么样呢？以身相许吗？啊！主人吃饭了。喂，不是喂我，是喂他。来吃2口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站哪边的，就直接往嘴里塞。是。这饭还能再难吃点吗？好，现在告诉我，大圣到底在哪？主人，我感觉他就是大圣。没事，你慢慢聊啊。天子啊，我劝你真的不要再执着了。你看看，你的小弟都说我是大圣了。哼，你不说也没关系，反正呢，解药只有我有。解药？什么解药？喂，朋友，不要抢我台词好吗？解药？什么解药？刚才啊，我在你的米饭里面偷偷下了毒药，不管是什么阿猫阿狗，一中一个准。你要是不说，等着死吧！我看你再怎么招摇撞骗，怎么去泡妞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肚子。你怎么把饭全吃了？啊，我尝一下咸淡。你脑子是吃屎了吗？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解药。快点，主人，我不行了。你不是吃了半碗饭吗？你怎么没事啊？饭我都倒了，赶紧扣扣就没事。别，我自己来就行，等，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？因为你是孙悟空。你有病吧？哎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抓人就抓人，干嘛又绑又毒又放的？你不是在玩我吧？你是孙悟空。哦，行，我知道，又想套我话是吧？行，我跟你承认，我不是孙悟空，满意了吗？你是孙悟空。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呀？要抓要打，你们随便，不要这样玩我行吗？快走！喂，你不要跟我拉扯嘛！哎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哎，你不要碰我好不好？哎，主人，他要逃跑，我是不会让他走的，我拼死我会让他走的。过来！不是，主人啊！哎呦，这个伤我的还想逃跑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说不出来，你就在这耗着吧你。哎呀，看这头都破了，要好好包扎。这个渣男，我一定给你好好折磨他。人到底是有什么恶趣味呀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喂，变态！我警告你不要跟我玩恶心的啊！喂，哎，救命我！这什么呀？解药，主人剩下最后1颗，我给你留着。对，你干嘛呀？我要救你出别！大圣！我的尾巴！大圣，大哥，你是来考验我的是吗？我不走了，行吗？不行，你放过我吧！不行，真的错了，你不要这样！不行，别这样！不行，赶紧。哎呀，哎呀，慢点！哎呀，你不要碰我好不好？你赶紧走吧。你不是在玩我吧？你一定要记得避开山上的结界，不然还会被抓到来。哎，不是朋友，这个虽然江湖传闻啊，我是男女通吃啊，不过我真的很想问问你啊，到底看上我哪里了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
你好好的做你的猴子，因为我想好好做一个人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哦，原来这位兄台这么喜欢动物啊！可惜我不太喜欢男人啊，十分抱歉。不过呢，还是十分感谢你的厚爱的，咱们日后有缘再聚，再把酒言欢。哎，回头再给你介绍几个健壮的小帅哥。再见，齐天大圣。主人，吵了没？让我再睡一会儿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犯人跑了，那孙悟空跑了。什么时候？我不让你看好他吗？请主人明鉴，我只不过是一介凡人，妖精我打不过，神仙我也打不过。他扯开了绳索，打烂了牢笼，你看看。也行了，你就是个凡人，他那3脚猫功夫啊，收拾你也不奇怪。我不罚你，事到如今，追是追不上，只能用月光宝盒回去抓他了。求主人带我一起啊！我是去抓猴子，你还让我带宠物，你以为我玩去了？不行，我告诉你，这次我必须要去，这是我救我娘子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求主人开恩，等以后我们的孩子出生了，你就做他的干娘好吗？又开始胡说。你知道放荡所爱是什么感觉？你知道你爱着一个人，那个人也爱着你是什么感觉？是悔恨生命太短的感觉。所以主人，请你带我一起走。好吧，乖，明天啊，我们一起走。谢谢主人。主人，主人，你快出来！主人，主人，主人，我们该走了。你叫谁主人？叫你啊！月光宝盒拿出来走啊！月光宝盒？你不走是不是？那你把月光宝盒拿出来，我走。我不敢再保证明天晚上还有这么圆、这么美的月亮了。贱人，原来是要私奔。贱人，主人啊，你骂我至于骂那么狠吗？我没搞明白我到底怎么了，我怎么了？谁是你主人？你现在认都不认我，你忘了咱们说什么了吗？咱不是说好一起去看月亮吗？啊，用月光宝盒我们一起走吗？而且你现在连我都不认了，你怎么了你？你信不信再这么啰里吧嗦，封了你的嘴呀？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浪漫的少女，我本来以为你要带着你的月光宝盒，我带着你一起，我们一起去来一个美妙的时空旅行。说，紫霞那个贱人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求求你别闹了，行吗，主人？就拿着月光宝盒带着我一起走不行吗？我那么能干、能说、能唱、能跳、能演，这么全能，我待在你身边，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很好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去看看500年后还有没有这么漂亮、这么圆的月亮。看星星、看月亮，还是老一套。怎么了，仙子？你不感兴趣吗？要不这样吧，你先把月光宝盒给我，我先去看一看。我先去500年后看看那月亮圆不圆、大不大。如果不大，我再拿月光宝盒回来，我接着你一块儿去找一个月亮又大又圆的地方，好不好啊？哎，不，臭男人，没一个好东西，说一套做一套。主人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不要打我。紫霞那个贱人是你的主人？你打我骂我，侮辱我，没关系。就是你为什么骂你自己呢？我是那个贱人的姐姐。我告诉你，原来你是要找那个贱人，别让我再看见你，否则我看见你一起打你一次。等会儿，你不是紫霞？至尊宝，至尊宝，喂，至尊宝，至
徐子萌，主任，不要打我！你别打我，主任，我求你了，不要打我！饶命啊！看我！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我那么可怕吗？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紫霞，你怎么连自己主人都不认识？你别打我行吗？我为什么要打你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了？那就是你要逃跑。怎么可能？我不会逃跑，我绝对不会逃跑。只要你不打我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什么时候打过你？我没打你啊。乖，我看你啊精神恍惚了。走，我带你回去给你看看病。走，走。坐。椅子。我是这么打你的吗？我有武器了？我有武器了？你是不是有那种嗜好呀？什么嗜好啊？你告诉我也没事儿，反正你要是有那种嗜好的话，我其实也是比较安心可以接受的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哎，你过了一晚上怎么这么奇怪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怕我？你是不是撞鬼了？如果我说是，对吗？你看我就说你是撞鬼了吧？别怕，你遇到什么尽管告诉我，有我保护你。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不打我。哎，我保证我不打你。你是不是神经病？你才神经病！你是不是那种人格分裂加精神有点不正常？你有时候在哪儿，你在干什么，你自己知道吗？坏了，你遇到我姐姐了！你姐姐？哎呀，她真的是我姐姐，你知道吗？她是青霞，我是紫霞。你不要相信她，她是个神经病。你是不是看我太天真可爱，然后用这样一个谎言来骗我？我怎么会骗你啊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佛祖啊，之前看我们斗得太凶了，所以把我们两个卷在一起变成一根灯芯。结果呢，没有用啊，我们两个反而斗得更狠了。现在，哎，他怎么这么快又追过来了？是。不能说这么多了。这个地方既然他已经找到了，那就不能再待了。可是6耳猕猴又没有找到，怎么办？所以呢？所以我不能再等了，我要主动出击去找6耳猕猴。你帮我。告诉你，你就是个神经病，别说。你看看，你都被我姐姐给吓傻了。你就是个神经病。好，走，我带你去证明我不是青霞。只要把他抓到了，我就能证明他不是我了。我跟你说，但凡他寻到这个洞里啊，只要一碰那根线，就是那根。来，你试试。不要。哎呀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来。怎么样？厉害吧？这个动作好害羞啊！绑我没什么问题，万一他知道这个线，怎么办？他怎么可能知道？你知道他就知道了。看来啊，这一道线也是不够的，再来一层保险的好了。这3支啊是散骨香，如果他追到这里，我们就把香点上，然后赶紧跑。等他闻到香气啊，肯定会4肢乏力、昏昏欲睡的。但是万一咱们先闻着了怎么办呀？我有解药。你有解药，不就等于他有解药？总之你就是不相信我，反正我已经尽力，等把他抓到了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是，等你抓着他，你也就明白了。你做的这些陷阱根本没什么用，明白吗？防御系统也低，废物没用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的功力呢跟他抗衡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行啊。你说万一他没有中陷阱，然后你又落单了，那不就危险了吗？是呀，主任，我好害怕，干脆让我先找个地方躲一躲，好不好？躲一躲，这哪有可以躲一躲的地方啊？月光宝盒，
借我用一下，我去就来，只要我抖完马上回来。啊！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。什么？作为你的主人啊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，保护你的。这样一来，你就能相信我了吧？你只要把月光宝盒给我，我就能彻底相信你。月光宝盒不行，我也要用，不能给你。不过啊，我可以考虑用的时候顺便带上你就是了。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爹，今天晚上那玩意儿还会来吗？这谁知道啊？还是好好的控制吧，免得出了幺蛾子止不住。爹，我怕。怕什么呀？有爹在这儿。儿子，收东西，晚上下雨了，回家。知道了。这下彻底回不去了，兄弟，一个闪电你就出现了，你是人还是妖啊？我既不是人，也不是妖。那我知道了，你是人妖。你侮辱我，我可是堂堂的卷帘大将。让我这身衣服！啊！不好意思，虽然有点脏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抛弃过他。还给玉帝卷帘，提鞋都配不上。我可是堂堂的卷帘大将，我都钦佩我自己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个打杂头头。卷帘大将可是非常重要的职务，我给你们说一说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是第一次来这个人间，不知道这是哪儿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流沙河。流沙河为什么流的是水不是沙子呢？你脑子有问题是不是？就是，自从我打碎了琉璃盏之后，我就发现我脑子不好使了。这蠢蛋可病得不轻，爹，咱快走，别摊上事儿了。想走没这么容易。我们要回家，放我们走吧。我看着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我也无处可去，要不然在你们那儿借宿一宿吧。这就是我家，进来吧。来，给我。我们家没有多余的床铺，今天晚上你就睡鸡窝吧。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出现。你不是从天上来的吗？你要是把它打跑了，我就相信你是从天上来的。我本来就是从天上来的。行，今天晚上让我们见识见识。啊，走了，爹。给我准备点东西吃，有点饿了。等会儿。我乃卷帘大将，快投降！你以为我会怕你？打一下试试。神有神路，妖有妖道，为何多管闲事？
降妖除魔。哼，想必你还不知道，天庭已经把对你被贬的丑闻公布下来了。哎呀，想不到玉帝连这个消息都公布了。怎么样，抓住了吧？好了。爹，鸡没了。我的鸡呢？被他抓走了。你就是个骗子！你再去找别的家住去。走了。看来今天晚上的月亮又是白费了。是吗？贱人，你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仙子姐姐，那个贱人在哪？原来你就是我大哥说的青霞姐姐。你大哥？没错，就是昨天晚上被你打的那个至尊宝。那你呢？我是他的双胞胎兄弟至尊玉。至尊玉、至尊宝，想骗我？挺聪明啊。你在这干嘛？仰慕你。仰慕我？你绑的？何止是仰慕，我爱你爱得太深，想跟你一生绑在一起，我们一起远走高飞。拿出月光宝盒，我们走吧。爱我？爱我就要付出代价。青霞姐姐饶命啊！我爱是别人陷害，是被别人硬绑在一起的。散骨香，凭这点小伎俩，你想对付我？说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小贱人串通好了？他到底在哪？还有，为什么要跟我绑在一起？我是不是告诉你，我见你一次揍你一次啊？我不行了。我头好晕。你这个精神分裂双重人格，我让你别整我，你非得整我。现在全都整到我自己身上，你能不能别再折磨我？我没那么多功夫跟你浪费时间。我也不想跟你玩，姐姐，你先把我放下来好不好？我现在特别的头晕，四肢无力。你给我闭嘴！主任，你快醒醒！主任，你快醒醒！我们不是绑在一起的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现在？我已经彻底的搞清楚这个套路了。我问你，你见过青霞吗？没有啊，我很久没见他了。但是他总是追着我不放，我去到哪他就跟到哪。所以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只要记住一点，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就会出现，所以你看不见他，明白吗？那要是我不睡的话，他是不是就不会跟过来了？他是在躲着我。关键是你怎么可能不睡觉？只要你一睡觉，他就会出现。重点就是你保护不了我啊，那怎么办呀？办法嘛，倒有一个，不如你把那月光宝盒给我吧，这样也算是可以保护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小宠物了。不行，月光宝盒如果给你的话，你只能晚上用。是啊。但我们说好了呀，月光宝盒是我用的时候带上你的。宠物啊，应该随着主人。我都还没用，你怎么能自己先拿去玩了呢？如果你拿月光宝盒跑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看我像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宠物吗？我会回来报恩的。不愧是我的宠物，你放心吧，就乖乖留在主人身边啊！我会保护你，不会让你自己去冒险的。我跟在你身边，也要有一个期限啊。
以后我就说我要死在你手里了，传出去对你名声多不好啊！说的也是，不行，我不能再这么等，我不能等着青霞就这么把你给弄死。走吧，我们出发。去哪儿？去找六耳猕猴啊！你得赶紧去。青霞的事还没弄完，你找六耳猕猴干什么？所以要赶紧找六耳猕猴啊！赶紧找着他，然后离开这个地方。干什么呀？给你再找一个下家。不是，你们不需要我了？不要了。啊？吃不上饭了。那个，你要是能管我饭，我就给你打妖怪，行不行啊你？当然行了，我可是天上的卷帘大将啊！瞧我这身衣服，啊，好，那就跟我走吧。你要是能抓住妖怪，我天天煮鸡蛋让你吃。说话算话，我今天一定打败那猫妖。唉，我堂堂的卷帘大将啊，居然会落到这副田地。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呀？你这么玩命的抓我！你这个妖怪，成天偷鸡摸狗的，还有理了啊！你要吃饭，我也要吃饭啊！识相点把我放开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放了你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只要你不再偷鸡摸狗，我就答应你。那我要修炼成仙。不行，我已经被贬了，我法力所剩无几，要不然你还会在这儿吗？啊？什么神仙呀，还不如妖怪呢。你为什么要当神仙啊？妖怪不是也有好坏之分吗？你真是傻的可以，妖就是妖，人对妖呢是不会有好坏之分的。你偷村民东西，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你一个神仙被人遛着玩，也不知道害臊。算了，我今天就听你的，放过这些鸡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村民呢还是会找你麻烦的，你走着瞧。走。哟，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我劝猫妖改邪归正了。改了吗？那他？当然了，他说大慈大悲的放过这些家禽了，一字不差。看来这问题就出在你身上。我们家明明5只鸡，现在有3只鸡，昨天晚上是不是偷吃了你？之前就是3只啊，我都数过了，睡之前。我家的鸡我还不知道啊，我一看见就不像个好人，你这偷吃了鸡还想抵赖？不是，我是好人，但是你可能记错了，确实是3只。赶紧赔我的鸡！你们说说，是不是他昨天晚上偷吃了我家的鸡啊？不是，你们可能搞错了，5只还有3只，不是偷吃是干嘛你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村民呢还是会找你麻烦的。我终于明白猫妖话的意思。我看你和妖怪是一个道上的，你们里应外合，专门偷鸡。你也是妖怪吧？乡亲们，他就是妖怪，打妖怪我们，打妖怪，打妖怪！咱们去藏妖峰干什么呀？我以前啊跟六耳猕猴来过藏妖峰，所以啊我要没算错的话，他现在应该就在这附近准备上山了。不是那山上有什么呀？
桃花过处，寸草不生，金钱落地，人头不保。春三十娘，看来他已经到这儿了。但是他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这个草妖峰上有个很厉害的妖，叫做半妖。春三十娘呢，约了六耳猕猴来去抓半妖。然后呢，六耳猕猴啊，又因为喜欢春三十娘的美色，所以就过来了。我们只要赶在他们前面，把半妖抓住，然后呢，用半妖当做诱饵去引六耳猕猴，就可以抓到他了。你好厉害，你什么都知道。那当然，我是你主人，我说你听就可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去抓半妖。那直接让这个春三十娘带他们去找六耳猕猴不就行了？你觉得可能吗？春三十娘是过来抓半妖的，她怎么可能带你去找六耳猕猴？你不要打草惊蛇。那倒也是，找到春三十娘就能找到白晶晶，那我岂不是不用回去了？是我要找六耳猕猴，你不准坏我大事。我想去。不行，我问你，他现在认识你吗？他知道月光宝盒吗？那你跟他说你是500年后穿越回来，为了找白晶晶，他会信吗？所以你在他眼里边就会变成一个神经病，你能否认吗？这就得了吗？乖了，你先陪我进洞，先帮我抓六耳猕猴啊！你看，那个就是半妖洞。我们就在那等六耳猕猴，等多久？不知道。那万一六耳猕猴没等到，把青霞等出来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感觉六耳猕猴啊就在这附近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吗？这就是我的计划，缠上它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看，衣服上有星辰和花粉。这看起来很普通，但是它到了晚上会有荧光，这个就是对付半妖最好的办法。怎么样，不明白？这件衣服真的好神奇啊！那当然了。行，你说了算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半妖很难对付的。它之所以难对付呢，是因为它藏在洞里最深的地方，主要是它是透明的。那咱别抓了，就让它在里面待着吧。不行，只有抓了半妖才能引出六耳猕猴。行，你老大，你说了算。乖啦，回头我带你进洞，我就用这个让半妖现身，你用这个把它绑起来。什么呀这是啊？这个叫乾坤锁，专门用来收妖的。你用它把半妖绑起来，它就挣脱不了了。你给我呀你！现在不行，你这么笨手笨脚的，这里边山妖那么多，到时候你认错了，随便绑一个，那不就坏我大事了吗？行，你说了算，你老大。那这个半妖厉害吗？很厉害的，你不要随便去招惹他，根本打不过他的。你以为我傻呀？我怎么会是那种送死的人呢？只不过我要先找到春三十娘，然后就可以见到晶晶了。哼哼。我真的很香吗？感觉半妖就在这附近。看看那个表。控制不了他多久了。喂，真的吗？
一心一意照顾盘丝洞的一草一木。想不到今天我的宠物竟然要逃走。我那不是我怕我笨手笨脚用不了那乾坤锁，所以我稍微跑远一点，分散那半妖的注意力。然主人，我知道我是一个宠物，但是只要你能够好好的保护我、照顾我、呵护我，我就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听话，很乖的。之前我也觉得你有野性在身，活泼可爱，本来想要放养你，谁知道呢？你在这个危急关头竟然抛弃你的主人，自己逃跑。你知道错了吗？知道错了。毕竟你是我的宠物，你犯错呢，我也有责任。我是不会责罚你的。有没有什么但是？但是你要一直带着这个项圈，不准离开我半步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走，走。现在只有你身上有这个化粉，所以呀，你就去这洞里四处乱摸吧。只要这个半妖碰上花粉，它就没地方可以藏。那万一我要是碰不到它怎么办？所以我让你在这四处乱摸呀。赶紧去拥抱这个半妖吧。我让你见识见识，什么叫至尊宝。加油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个乾坤锁今天是要绑住一个家伙的。如果你不把半妖给我抓回来，我就把你绑在这儿，跟他作伴。说你将功抵过，下次要是再临阵脱逃的话，就惩罚你。怎么不满意啊？怎么可能不满意呢？没有。厉害啊，主人，有我的风范。这下你尝到苦果了吧？人啊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走开！我是要走了，只不过同为妖怪，看你这么笨，特意来提醒你。你要去哪儿？当然是要去投靠一个更大的妖怪了，这样才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。不像你，吃不饱饭还得挨揍。玉帝大人，琉璃盏碎了，我宁愿自刎，也不要在这人间受罪。